先前台中一间有名嘅太阳饼老店嘅猫猫风讲唔做为哦，除了因为耐唔好，也让为了起大家嘅压力，还个因为冇人来接。也向师傅搞出来嘅林奇海，路也发现了安尼嘅情形，伊如果出家呢，培养接班人，一个接班人唔系也亲戚嘛嘅嘢，系店方学士嘅十多年嚟嘅员工。林奇海会传向唔传子，除了新人嘅限制，主要还系因为当年师傅唔靠谱嘅交易，还出钱替天数开店嘅，故所以上嘅上述安尼嘅件事。中港路、中清路、石油路，晚年拢是在看到太阳饼三角市。和台中市已经有一个世纪嘅太阳饼，目前大约有200件，差不多变做台中市嘅代名词。年产期是以外，按多间嘅太阳饼店，拢讲自家亲正统、亲老，拢有一段历史。同时，当到店家唔系亲戚，就系有师徒关系。另外，今年5月，无已经停业嘅老师傅饼店，之前重新开业。竞争又受到大家注意，其中一间成立将13年嘅太阳饼店，意思唔惊艰苦嘅精神，喺基建当中抢到热天嘅地位。店将开门，人客就流出来。台中太阳饼名店服务小姐，亲切嘅奉茶将人气息。虽然当平常，晒调价外本人客抢赚户客嘅用心。人客來嘛，人來後就該多差變起來嘅，我唔想係，你表示禮貌，唔管要買又冇買，該人客來嘅時候，我哋以前要求，哦，該父母嘅小姐吼，啊送俾他，那得表長一些。門市嘅事都無限，負責人林奇海打造就來聽笑。對服務品質要求絕對無樣鋪嘅記，就算鏡頭拖協，對員工還係強款按嚴格。好漂亮點，你知道嗎？隨便我跟你說好的，那都做好點就快點嘛，你就有時候都緊張，謹慎點嘛。工廠也強款按無限，因為水群天單當多。林奇海順個店面了後，管家過來看下那。皮好像量是不是有改變了呢？然後還是要堅持一下哈，品質不要改變，不量那個質量不要改，質跟量不要改變了。哦，那哦，還有剛才我感覺改那個皮好像就不太對。面談只係了了早一說，林奇海20萬元做餅嘅功夫，一命就低。甚至面皮嘅長度，佢弄當要求。幹得太短了，你必須要改，再還重新幹，跟以前講那個45公分的，45公分在哪裡？撒點粉在上面去吧。林奇海講，一下台中太陽餅競爭激烈，10萬元前千多家下，台中市有250萬間太陽餅店，但今年已經存200間，冇堅持品質，一下那就俾人淘汰撇。所以鋪攏愛當注意，自家運業了後也係緣分。本來係正一卷兒，20萬元前退伍了後，係優秀嘅向太陽餅開山始祖魏前海學小兒，開始自己做餅人生。佢要做餅按神奇按好高，結果要千河穿咗，真係學，真係學嘅。結果做餅好高。講一件唔好高，因為咁咪啊，10個月我要買。差不多14件吼，唔是全部無煙無紙嘅廠啊，滷水按勺，哦，你從啲我哋有冷氣好長，透過冇冷氣啊，全部凍嘅啦，水深火熱。安尼個小鄉係想到師傅嗰片辛苦學手藝嘅苦笑，也係感恩嘅小鄉。堅持14年，總算得到師傅認同，甚至人氣做來，還親手出錢開店。當初啊，我義父啊。是錢本來技術本來，希望咧做那間店咯。所以佢那就用那種嘅心情，用那種嘅想法去經營呢公司。因為上映阿爸嘅支持，林奇海同 YT 是在創造好成績。
佢當感恩安尼個無私精神，所以等人個節後之日，就會本地下百姓外個員工釋放，留人也留心。公司賺100萬元，但是不給加20萬元不給他血本，叫他去做嘅人好又前途啦，哦。喺有個來是講，我當到希望咧和尚跟做得忍耐一下，是講做得講3萬好，係咪有機會又開新公司而且又好發展，叫他是做嘛業股啊，然後做票價嘅。甚至員工學校咧想愛自家創業，林啟海也為上網聽秀，之前對呢邊出去開店嘅就有了解師傅。佢學會該書台本機嘅啊。本把係本機吼，佢家學為然後嘛去發展做機嘅條路嘛，吼。當然你做挑家嘅又好，做師傅嘅又好，從然後要按土壤嚟祝福佢人出啦。那係自家經營嘅店呢，林啟海也有想法同計劃，佢冇按算全本來，二來係生意限制，過來係愛學校經營餅店時間長久，已經53歲嘅佢，為咗延續師傅嘅招牌同好美水，目前決定創業冇全職，馮啟生就係佢嘅指定接班人。有時主船也無限啊，4點就來咧，做啦嘛，做可能做到12點啊。係，學寫啊，都較認真啲啊，平時每學啊都車落飲落學啊。係啊，像伊後生差唔多，做完9冇可能，做8點鐘都做咧啊。若學個自家留落個慢慢學啊。35歲嘅馮啟生學做餅已經11年，很辛苦認真學，林啟海當安樂機。麵粉跟這個油啊。充分融合之後，我們再加2瓢半的水就可以了。啊，我無講你要當好啊，我不講話慢慢的緊做，較認真做，將我做出較好食的餅。你若做了餅哦，你聽下堅持做樣當規模啦，莫講清菜的做吼，真做無成功啦。馮啟生講：我看到伊哋細細個太陽餅，可以做到好食，精彩資料，用心。功夫、經驗攏係關鍵。另外一片出生嘅太陽餅，含加甜而美，就係無私嘅精神，代代相傳。家下問多時啦，慢慢來看以後嘅我程度到呢方面將來慢慢來發揮啦。咪希望個大家嚟全部咪希望個我咪從頭家希望全部變較強嘅嘢，較好嘅嘢，對啲太陽餅有貢獻嘅嘢。我們希望講，我們是得安尼做。雖然只係一間13年嘅餅店，卻維持以甲之間好美水，甚至延續創業無傳之間無私土壤。台中太陽餅創造產業傳奇，也有感動人嘅故事。